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Prince，我係 Mia。首先我哋睇返今集嘅個案，投訴人兩邊腋窩發紅、皮膚痕癢同埋受咗感染，咁咧就被確診患上咗呢一個腋下多汗症。佢咧就聽咗醫生嘅建議咧，就喺診所嗰度進行咗兩邊嘅腋窩汗腺微波消融術。投訴人咧就有關嘅日間手術咧，就向保險公司申請咗索償。而保險公司認為腋下汗腺微波消融術並唔係手術，係屬於美容治療，所以就拒絕咗佢有關嘅申請。於是乎咧，投訴人咧就向保險投訴局申請咗上訴啦。咁我哋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呢一次嘅投訴結果成唔成功？投訴係成功嘅，投訴嘅爭議點就係微波消融術。咁到底今次成功嘅關鍵係啲咩呢？投訴委員會經過調查之後指出，由於保單條文冇列明手術或者外科手術嘅定義，而微波消融術已經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認可，係一種以非侵入性方法透過微波能量永久破壞腋下組織嘅技術，所以認為微波消融術應該係可以喺門診進行嘅外科手術。另外，亦都冇證據顯示微波消融術係一種美容治療，而投訴人都係聽從咗佢嘅主診醫生建議，接受咗有關嘅治療，所以投訴委員會唔同意保險公司指有關嘅手術係美容嘅治療。所以最終投訴委員會裁定保險公司需要向投訴人賠償返相關嘅醫療費用。如果大家想知多啲關於保險同埋醫療手術嘅資訊，歡迎 inbox 留言俾我哋。今集嘅保險個案知多啲就講到呢度，下集見，拜拜。